这般这般，福尔摩沙实在不平凡。四面大梦舞，敢是人间？输了一嘴卖了的仙丹，清清暗风拢拢明月，看无缘灯，看看的平原，静静的海洋。天星悬悬，如此这般咱永永远远。拉黑嘟嘟伊达，是里有卡希达达。Sembuh sari sunai namuda Iya jiyak natake 就算行过世界千山万水，也是咱的宝岛上界水。就算听过世界千言万语，故乡的声音才是永远的记忆。这是台湾的声音，这个声音的故乡伫花莲秀林乡。所有公司台语台的好朋友。都市的人是咱新推出的节目，上爱伫台湾世界行大的主持人阿敏啊，头一站来到秀林，无来过、无听过秀林的朋友，都市的人报互你知。秀林是全台湾第一大乡镇，有偌大？比一个彰化县搁较大，但是关山占真大的比例。讲到山。俗语所讲，上山看风景，咱的主持人上山是要看人。值得咱敬重的音乐人，咱先对歌声开始来认捌一对白仔囝。Jita kana, jita kana, jita kana, jita kana, le moya, ma kuin, kaniyak gagana ni kalaudanan, lablangayo imlawatanan. 山有关度，甘正雄老师因白仔囝的歌声嘛有关度。伫有关度的所在，做一个有关度的听众，真正有一种的感觉，叫做高高在上。Chisau kita selamat Dawin Jita ka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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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way so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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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ta kana 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走吧，一起走吧，一起参与的。这个字我学会了，Jita kana，一起走吧。啊，Jita，到顶点，到顶点，哎，一起走。哎，图鲁古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德鲁古就是我们过去在仁爱乡的话，德鲁古是一个3个台地，德鲁古、德鲁湾，哈，
有3个聚落在那里，我们是德鲁古，还有德格达亚、德乌达这3个，所以是3个族群在那里。我们是德鲁古，后来因为是那边的狩猎啦、耕作的地方已经没有可以吃的啦，就渐渐往这边移动，狩猎往东部这边移动。伫图鲁古国家公园内面骑脚踏车，这毋是逐口走有的，这是世界级的自然景观。伫这行踏骑车就是世界级的享受。咱是一般人，当然有一般人的想法。图鲁古这个名称，因为国家公园的好名，变做世界有名声。这应该是图鲁古族的光彩。可是代志毋是一般人所想的一般简单。这个地方过去我们很多生活的地方被因为国家公园的关系就被夺走了，所以族人不是很高兴了那现在是渐渐把这个土地的虽然不能耕作，但是有补助给我们，那狩猎的这个也渐渐开放。养虎生劳你，养虎生劳你，门大鼓咿咿啊哟，很美丽不可论，很美丽不论。敢别说，敢别说老师你感觉太鲁阁上界水的所在是倒位？上界水，除了风景之外，风景以外分享，分享，分享。我们有很好的东西，无论是美食也好，都会分享，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文化，分享分享太鲁阁图鲁古的话怎么讲？是阿叔，阿叔是阿叔，是阿叔，会分享给别人，是阿叔，阿叔，分享，所以如果说猎了一头猪回来，不能自己吃，见者有份，看到都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文化。干马公们，还要再一次，1、2、3，来。图鲁古的美丽，除了分享的文化，也有歌声。唱歌甲歌唱有啥物无同？台湾的侪伙人，喙动喙会讲一句唱歌拉曲。迄是工课外的消遣娱乐，歌唱除了优美，也有艺术文化的内涵。甘正雄老师因爸仔囝，甲济喜爱歌唱的族人，共同流传母语的传统歌谣，以及创作歌谣。除了喜爱，也有一份用心。族语透过歌唱来去学的时候会特别快，所以我们在歌唱里面，其实我学的歌真的不少，对，包含有一些太鲁阁的一些系列的流行风还有一些古调，我们也是学的非常多这样子。就是我是读音乐系嘛，跟爸爸一样，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学习的东西是学习。就是一样，就是像的东西。那其实我们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给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在教唱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本。你们想用动物来讲对不对？猪、巴贝，人的话就是包呀。再讲一次，包鸭，包鸭，山猪，刷低，台语刷低，牛是嘎紧，牛是嘎紧，嘎紧，牛逼。那台语，嘎紧，我爱你怎么说？图鲁古，我爱你。伊苏嘎拉蹦蹦，伊苏嘎拉蹦蹦，摇滚摇滚，不。伫感动的所在，
总是会拄到甘心的人。主持人阿敏啊，伫联合唱的教堂，除了感受到好听的歌唱，比起着爱情搁较互人迷醉以外，伫遮伊搁认捌一位文面这个文化传承者，易志老师。要了解易志老师的故事进程，咱先来去了解文面。所以一般来讲，文面就是分，如果严格说来，就是说泰雅跟赛德克跟太鲁阁是不一样，泰雅是 V 字形的，那太鲁阁跟赛德克是 U 字形的，是这样。那如果里面的构造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比方就是说，你看看这上层有4条，1、2、3、4，中间也有4条，底下也有4条，然后呢？然后去把它交叉，形成一个菱形状的。有人称菱形状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是一种主力的眼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要让我的下一代子孙干嘛？知道我们老祖先曾经所拥有的刻苦犯难跟挑战大自然精神那个标志，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立武溪是东西环贯公路上亲近的厝边。立武是日语，原本伊的名是托鲁哥语、塔克语。根据李晓峰教授的研究，意思是鱼真多所在。因为发音接近日语的立武，这个名字就安尼为日本时代沿用到今仔日。进前，咱就提起文面这个文化的传承者易志老师。文面需要勇气甲决心哦，这是一方面。易志还佫有另外2方面，歌唱甲传统乐器的制作参演奏。咱来甲这位专才熟悉一下。这个叫木阿舞，这个是我们太鲁阁族的猎手笛，就是以前的话比较早期，老人就是如果说去出草拿人头的时候啊，就是一定会用这个猎手笛来祭拜亡魂。我刚开始也是我在那个制作的，然后之后就交给一些朋友了，之后他们自己会做了。自己会做了之后，我就很放心，就是说，这个猎手笛就不会失传这样子。像铜片做的这个口簧琴，我们就称它是鲁布金安，鲁布金安就是那个单簧，鲁布的哈就是2个，鲁布德鲁就是3个这样。就是这样子下去，然后就这个是我们称它高高，这它是竹子，贵竹子去制作合成的。高就是这样子吹的，然后就是。像2簧以后的话呢，都是用像我们感恩祭啊，就是一起来跳舞啦，或是用这个口簧琴就来欢乐的那种的。像单簧的话，一般都是用传情，就是跟对方你喜欢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口簧琴来传情，说我喜欢你了。这个木琴是一般我们像什么，比较欢庆的时候，像我们收获节的时候都会去使用，就是有时候会用这个木琴呼唤一些我们主人，就是说
一起来吧，我们一起来吃猎物，是这样子。我们这个叫大豆，我们德国名称这个比较早期是，我有看过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阿公，我们以前是从南投翻山越岭到花莲这个地方，他就是常常去思念他所住的地方，他就在屋顶上在那边敲，我说你在敲什么？可是他做的不是像那么漂亮这样子，就是木头在那边也没有去削这样子，然后就是像木头连那个树皮都有，就在那边敲。我说我听的时候也是蛮感动的这样子啊，然后就是我才知道说我们德鲁古也有这个木琴这样子。欢迎主人一起来吃猎物，好。我的名字叫一季达道哈，我在07年的时候就曾经拿过金曲奖原住民语歌手奖，第18届的时候，就是我手上这个就是那个金曲奖的那个奖杯哈。这个是我参加过那个什么世界华人歌唱大赛决赛，就到美国纽约的曼哈顿那个地方去参加，刚好参加的人真的很多，然后就刚好拿到了民族组的铜奖。La tu tu ida Sliu kahida uda Sembu sali sulaina muda 大声的哈拉斯。文面我是在2007年的时候去闻的。一个老人哈，就是也是我的舅妈了，然后就是她已经是94岁的一个，她的名字叫伊贝罗登，是这样子一个巴姨哈，然后就去问她，我说我可不可以纹面，她就回答我说，她就很高兴，就讲说可以呀、啊，就是这样，我就回她一句话讲说，我也没有打猎，不会打猎，我说很少去打猎，然后就也没有拿过人头，哦，她说。但是你不用去打猎或是去出草这样子，你已经把我们太鲁阁族的文化就传遍全世界了这样子，然后就是你更有资格去纹面这样子啊，他就这样子啊，他说你是比那些出草或者是打猎人，你是比他们更有那个更有资格，他就这样子。那时候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掉眼泪，很感动这样子啊。讲到这部，现代人真侪未理解，生意品牌的踢刀家，拢总是机器大量生产，这有啥好讲的？大家做阵来去了解土鲁国的文化资产传统节目。这一首歌是我们太鲁阁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叫做《纹面女孩》。那女孩子要会纹面，必须要会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太鲁阁族是织布嘛，女生要会织布，男生要会打猎，所以织布的那个母语叫做 Dominion。你看起昂无望，世界的答案，看他山特。织布的太鲁阁语怎么说？Dominion，织布，要会织布才能够过彩虹桥。阿西干的 Dominion， 这个木的哈高乌多。我国小6年级的时候，爸爸就开过刀了，所以就没办法生血了。就往这边学了。学这个真的蛮久的时间，妈妈教我，然后后面的话到研敏会啊，到哪里各去学，因为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在研敏会那个台中那边记忆中心那边，在那边6、7年，陆陆续续他们学，从初级到高级。还有一个，我家里的人没有一个反对，都很支持我做这个。
我现在一天会用一点点，又摸一点点，哈，心里好像没有什么有什么事情没有做过，迷到这样了，就喜欢上去喜欢的这个样子。我们泰鲁格原住民不要把这个传统失掉，一定要一直延长下去。Nino asita ka liqan ba na bita kaiti ka pista kay niyo gaya ipatroko ka kya.主持人阿敏啊，行过三站溪，来找找一位托鲁哥的艺术家。有一句话：刻苦耐劳。刻苦，唔知是唔是讲雕刻是一个真艰苦的工课，一个简单甲袂当阁简单的创作艺术。是有必然，这位雕刻家总是一个人面对木材。用刻刀甲上简单的工具来甲木材交配对话，这款交配会当交配出什么款的作品？相信你咱拢真好奇。艺术家总是用作品来讲话，作品会对观赏者讲出什么话，就要看人看功夫。手笔人的雕刻，一眼看就是原味十足。带着托鲁哥文化特色的作品，若有机会来到秀林，千万唔通袂记哩。原味十足的雕刻品，嘛是这个所在的特产。迄是坚持创作30年，托鲁哥雕刻家手笔人的作品。现此时当流行的一句话：台湾上美丽风景是人。所以讲，都市的人这个节目，就是咱大家好看、好听、上美丽的风景。用心看、精心听，拢是欣赏，拢是阮深深的感谢。我从以前开始就喜欢织布，织布就是享受哎。我们有很好的东西，无论是美食也好，都会分享，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文化。你已经把我们太鲁阁族的文化就传遍全世界了，这样子，然后就是你更有资格去文面这样子哦。原住民真的是很可爱，真的很可爱。你只要微笑对待他，他一定会用双手去拥抱着你。艺术家啦，帮我们。Sembuh sali sulai namuda Iya jiyak matake Kma ika megelebu